很辣的，吃下去会变辣哥辣妹。红姜啊红姜黄粉啊，包100切过的50区啊，方便代工。我们山上部落的鹿翔啊，加盐巴加盐巴，这是糖醋。掌声欢迎我们最爱的乡长王玫瑰，爱不爱乡长？爱玫瑰。我们傅坤琪立委，我们博江生博主任，主任好。洪文琪立委办公室的主任，杨主任。农业改良场，我们科长刘金荣刘科长，科长好。丁立芳丁副主席，副总好。我们骆燕玲骆主席，主席好。我们一直在推动农业的我们各位的老农民，我们不仅要持续下去，我们更要怎么样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，这是我们这几年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产品推广，还有部落健走，还有农政宣导活动都能够顺利圆满成功。跟大家说，不要干扰啊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司马代表傅坤基委员要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，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。谢谢。只要是农产品能够帮助农民的任何管道，我们都愿意配合。那今天天气很好，待会要竞走，希望我们的代表都能够参与今天的竞走活动，把我们的活力拿出来。那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，也祝福在座的身体健康平安。谢谢，谢谢主席。特别感谢乡长一直以来照顾我们第9产教班的我们农民各项的一个福利，包括我们的行销也谢谢同仁，就是我们树林乡公所的同仁，尤其是农经课的还有光科举办这一次的活动